讀者陳太50幾歲，同老公住喺黃大仙翠竹花園10幾年。自從搬咗入嚟就一直病，最近幾個月心情仲跌落谷底啊！因為發現老公喺大陸有小三，仲生埋個仔添，而家喺度嘈緊話離婚啊！希望風水師可以將問題化解啦。好啦，嗱，佢呢一個爐灶咧嚟講咧係屬火嘅，呢個水咧係屬水嘅，咁變咗佢如果對住呢度咧叫水火不容啦。水火不容咧代表各不相讓咁解啊。咁巧佢呢一個廚房同埋呢一個廁所又對住，咁就變咗咧結果更加水火不容啦。風水師話化解嘅方法係將水龍頭調校向另一邊，背住爐灶。建議陳太嘅廁所板要成日冚埋，門又要成日閂，仲喺廁所放啲綠色盆栽。如果想修補夫妻間嘅感情，可以擺一個夫妻和合陣，喺喜慶星方位放4支富貴竹，下面可以放一張合照，要反轉放。就嗰個啱啱個西南位就動咗土啦。好啦，今年嗰個病星由2013年嘅2月4日至到2014年嘅2月3日咧，個病位就啱啱喺西南啦。師傅話呢一個土煞會影響腸胃噶，可以放一個白色葫蘆喺窗邊化解。